咧我就成為咗色之物嘅用家啦。創辦人你好，所有嘅高層你好，所有嘅全美大家庭嘅朋友你好，我係 Vivian 周慧敏。色之物咧都好有緣分嘅，因為我之前啦都有接觸過色之物嘅產品啦，咁然之後喺舊年啦好開心，咁我就去到西安啦，就參加咗全美世界嘅34週年慶，咁喺上邊咧我就做表演嘉賓，咁唱歌啦，咁然之後咧大會咧品牌咧都送咗好多產品俾我作為禮物嘅，咁之後咧我就成為咗色之物嘅用家啦。今年咧再次嚟到呢度參加今日嘅剪彩儀式啦。咁其實喺我接觸全美世界色之物嘅過程當中咧，我真係感受到全美世界佢哋呢個品牌咧對佢哋嘅產品嘅品質咧係好高要求、好堅持同埋好用心嘅。咁而除咗我之外咧，原來我身邊好多嘅朋友我工作伙伴咧都係色之物嘅用家嚟嘅，咁所以咧同埋我今日啦見到全美呢個家庭嘅每一位咧，發覺皮膚都好靚嘅，係咯，兩位即係高層全部都係哇好靚，咁同埋大家都好亮麗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個品牌真係造福咗好多人，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咁喺度咧就係祝福全美世界。喺呢個香港區域中心呢度長號，多謝。